请问这款线面真大的这种五彩的大基护线呢？吼，咱台语会安怎甲叫？哦，像这种的哦，我会叫做500万。 500万，大家拢捌看过广告吼，叫咱保险的时阵，有啊，规家伙啊拢伫内底，啊，哇，较有保障啦。哦，嘿，所以讲这护线以前我听到的是，就是500万，买一支500万的来是较有保障啊，是不是？是，啊，像我这边吼，甲保险较无关系，哦因为咱来看这个雨伞的线面有无？嗯，伊这色彩真多，真所以叫做彩虹或者轻呐，轻轻线，轻线，彩虹伞轻线。哦，嗯，不是我的500万吗？不是我的轻线吗？后来咱两队请选择，是到底是500万还是轻线咧？哎呦，是大家拢讲我的500万。无人算相信我呢哦吼。嘿，无，因为这500万对咱伤过久啊啦，哦，对吧？可能拢无听过呢。对啊，你捌要出戏看过我这个广告，有一个广告，应该唔捌看保险的，嘿嘿，啊，就讲规家伙啊，伫内底较有保障500万，人无听过，冇听过。咱真正有影老啊。是，阿姊无要紧，我有看过，我有看过。好，来，我来问一下，真正你有感觉就是500万？因为大家拢安尼讲啦，是吼，啊，就较方便，啊，讲就知影讲迄是啥物啊。是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答案是美秀的500万。哦，恭喜！感谢您的相信哦。是来分数，今日这边得了2000，嘿，啊那专家咧，嘛得了2000哦。嘿，后来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吼，这真正是当初唔知是啥物广告公司才搞想啦吼，嘿啊想这种词吼，其实算做是要互大家对保险吼，本来可能有小可负面的迄个印象，要甲伊改变过来吼，啊有想这个，敢若讲哦，这个保障足好吼，啊用雨伞来做一个譬如安尼讲，这支大雨伞会当保障足侪人，安尼做规家伙啊安尼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较趣味的例，就是讲伊并唔是讲原本叫做这个名。吼，啊是落尾有这个广告的影响，传播媒体的影响，才有这个名，啊结果就大家真侪人怎啊摕来用，吼啊无咱本来看这种雨伞，应该就是大支雨伞啊，大支雨伞尔，嘿啊，毋过加这个趣味的这个讲法嘛是袂歹，吼，这是一个较特殊的例啦。卡手爱较紧的哦，好来啊，咱来加油哦坐好哦，好，上位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哎，咱刷落来这影片吼是一个国家，请恁讲出国家的名，两个字。哦，两个字的国家哦，好，看到迄点，就紧日甲吹落去哦，对，好，后来咱请看。哦，来，家里有大毛，伤紧呗，想要看影片看有刷呢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埃及，啊，刚才你讲，唔知咧。哦，嘿，埃及，好，来，老师，埃及对唔对？对，来，分数。今日得了3000咯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甲看落去哦，看真水哦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。我少年时阵有去过啦。哦，真正。哦，乐德。哇你真哇。正那个，哇，真正。我来想到炒饭。炒饭就炒饭，咸鱼鸡粒炒饭，对。真正有影真水。金利塔。哦。太下骹吼，哦迄石头足大粒的，那9公吨，9公吨偌大地，你知无？迄唔知是安怎去到遐，迄唔知安怎钓的，有够咬的。真厉害，真正。迄可能咱也个唔知影，嗯咱还袂出来，就秘密的人就钓好啊。 5000年啊，不是？嘿啊。是，好来，安那钓咱来问老师，来老师，咱切个说。好，咱拄则讲埃及嘛吼，啊，因为口口差，有的所在是迄个级会较悬吼，像我就是讲埃及。埃及啊，拢对吼，啊，就是讲咱知影即个遮尼啊，算是足迷人的一个古文明的发源地啦吼。嘿啊，尤其是拄仔咱看迄金字塔有哦，吼，抑阁是真侪科学家、真侪人咧讲，
迄个时代哪有法度去安怎的力量，安怎的做法会当去起遐尼大遐尼啊？即个金字塔即款物件，还是讲亲像对，还是讲亲像迄个人的面。狮的身躯啊，吼，迄款的物件，就讲，迄个时代遐尼古早，啊，竟然有法度做出安尼，互咱即马还阁真赞叹的物件吼。对啊。嘿，对，埃及以上。请问台语有真侪词是对日语来的，你敢知影切手这个词是咧讲什么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，切手。切手。手。加油哦！4、3、2，日期了，是什么意思？你的答案是？我要紧，化解几完了啊？几完？来，几完哦？啊是恁切的，唔是手。食过水。你刚刚食过水。机票啊？机票。机票。哦。机票啦。机票哦。好，来。好。机票对唔对？唔对。一个字唔对。其实这是迄个甲邮便局有关系啦。哦。是。所以是邮票啦。邮票。伊这原本唔是干那2字，伊原本是4字的啦。伊这4字本来是切。符手形，迄个切就即个切，啊符就符号的符，啊手啊形状的形，本来是2项物件，其实拢是咧讲票啦，落尾才简化做讲，干那变做切手安尼，咱即个日语词咱吸收了后，就是有的是咱会照迄个汉字的台语音去读。无一定照日语音去读，其实当然有日语的讲法嘛，但问题是咱台湾人咧讲的是，伫迄个时代无一定用日语讲，咱就直接讲切手安尼，这嘛介趣味啦。好，来，换你哦，加油。我吼，嘿，好啊。我一千袂无得卡我得靠吼，来，我奖金有偌济？这真贵啦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“好好”这个词会摕来形容蚵仔煮甲无熟，还是蚵仔煮甲烂去咧？好。是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你捌听过无？万2块哦。5、是马达机湾。3、2，机湾哦。好，来。还是无熟嘛？好。你是感觉无熟？无熟。你拢感觉无熟？有听过吗？你拢感觉无熟？万2哦。因定定煮物件。因定定煮物件。煮到无熟。我嘛是感觉无熟。是你不敢讲，啊，毋过迄下骹水呢？好。水。下骹迄好迄下骹是水呢？哦，安尼敢袂是伤？即马大家来遮拢知影讲会互骗去。对。是。你捌煮过熟？是无熟还是烂去？我感觉嘛是无熟。无熟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咱用看。好，无熟。好，来，蚵仔煮甲无熟，对唔对？来，分数。恭喜得了万2哦！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这算一个对要流失到少人讲的词。虽然讲阿雄可能会晓吼，阿雄的腔是好嘛吼，我这种腔是好，安尼，讲好，敢若狗仔咧叫的声。对，这个音嘛是会当摕去形容狗仔咧叫，迄字无共啦吼。毋过即马讲好也好，拢是咧讲包含蚵仔、菜头这款物件煮无熟。定的迄种口感，定心无头。所以讲菜头嘛会使，讲蚵仔嘛会使。以早日本时代的台语大词典嘛有收这个词，伊就是有记咧吼。除了讲这个口感以外，伊佫有讲定好，还是讲好煲。这拢是共款，就是讲迄种口感，互咱迄个感觉安尼啦。所以这是一个大家会当吸收的词。
来，第一个提示，伊是调整咱的体温哦，哦。调整咱的体温身哦。躯倒位的所在会使调整咱。第二个，伊是翘翘的形哦。哦，翘翘的什么形所在哦。翘翘的形哦？天啊！哎，这过来伊淡薄仔迄个半烫迄个光会使你看。真假？正确哦。嘿，正确，对啊。对，真假？我朋友嘛有哦。哦。就是这就叫你乌白药的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为什么所在会使互你来光嘿烫落去？啊，手指头啊。对啊，啊用手街。指头对不对？用街。哦。是。烫光。啊，烫光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来，第二题哦。第二题起码看者剩几秒哦，够61秒。 ，61秒哦，加油哦。我讲100秒换1000哦。嘿，第二个。好，四个字哦。四字哦，好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伊是满满的数字，满满的数字啊。第二个提示来，伊内底有名有姓，所以伊是一个物件哦，哎，一个物件。过来伊数字吼，数字若愈侪你愈欢喜。哦，什么物件数字愈侪你愈欢喜？啊，过来跟银行有关系，跟银行有关系。假金婆啊！正确哦。四个字，假金婆啊！啊！你们讲较紧嘞，你讲较快啊，这讲不我出来。讲，我朋友有人老灰啊。上班的看咱无啦女。少年妹妹咧，加油加油！是无？对，你甲看者满满的数，你看着欢喜啊。啊有名有姓。嘿，咱的名，咱的姓。对啊，啊数字愈侪愈欢喜，对跟银行有关系，哦欠钱要用的。对对是。啦。好，来，即马剩几秒？哦，够42秒哦。 42哦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含这你是内底就好啊足。久无忙，因为拢用提款卡，较无咧用卡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来这几个字，哦，咱这第三个字，上尾一个三个字哦。三个字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个提示伊甲 M 有关系，哦什么甲 M 有关系？哦，第二提示伊咧路边搭会定定看到。路边搭，伊是开放，不是开放的空间哦。过来，伊是光粒仔型的，光粒仔型的光粒仔型的，光粒仔型的路边搭有啊有啊。过来有气味，有气味，甲路人，啊不是甲路人有关系，有气味。过来伊甲蠓仔有关系，甲蠓仔有关系。这个棉花糖，我有讲，有讲。马香哦，哦，光粒仔型哦，是光粒仔型有气味，开放的空间路边的店哦。正紧张来，看者即马剩几秒。啊，袂歹啊，还有17秒咧。